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即个老师去翕这吼，真水呢吼。听讲这移花接木哦。本来，本来2张尔对无？一张2张。本地有2张，我甲变3张。哦，这花叫做啥物？姜。叫做姜黄嘛。姜黄。国语叫姜黄，台湾话叫做姜黄。姜黄嘿，真水的花吼。就像迄人家伊插伫迄山顶，这是山顶。所以看到是足感动，就讲哇，色伫安尼水，啊，佮伫迄树叶拢搭在树叶涂骹，对涂骹发出来，足成人去甲插花啦，无成是自然生。所以上帝有足侪款奇妙的启示，这阮也是启示的一款。是吼，所以贵家老师就会当看到啥物，上帝要甲你启示啥物，爱多多注意边仔的花，是安尼吗？咱今仔要来看上帝是安怎甲咱启示吼，有当时啊感觉讲哦，我嘛要选这，还是要选迄条路行，毋知影要安怎选的时吼，都希望上帝咱直接做梦，互咱梦着答案对无吼？咱的朋友来啊，足久无看的哦，美秋明辉，真欢喜吼，佮看到你呢吼。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上帝安怎启示啊！你有互上帝启示过？你会当写来哦，同阮分享哦。为什么上帝要甲咱启示呢？伊有啥物用意？就是讲伊为什么要甲咱启示？因为即款的启示，就讲异象还是民梦，这是伊启示的方法。当然，佮有别款的方法。伊互人认捌真理，因为伊的启示互人认捌真理，互人会当忍受逐款的困苦。眼光会当看较远，会当行较深。就讲，互一个人有理想，咱叫做有理想。有民望，有理想，就是讲有愿望。我咧有愿望，所以知影有一个目标。迄个目标会当忍受足侪艰苦，一直向前行。真正对。老师安尼讲到遮，我就想到我顶个月得到迄个 COVID， 迄个冠状病毒吼。来迄个伫迄病院的时，其实我无去病院吼，去迄什物隔离的迄个饭店的时候，就感觉我一定会好的，对无？上帝要互我休困，我的朋友讲吼，上帝甲你强制关机，所以会当忍受困苦吼，因为会当看搁较远吼，知影讲上帝是要咱休困吼。所以保罗嘛是安尼吼。保罗，因为本地咱知影保罗即个人哦，伊是咧迫害基督徒，迫害啊最严重，拢甲所有信仰所有掠去关伫监狱。但是伊得到上帝，就是耶稣直接甲伊讲，所以伊就甲万事拢看做无利。为着要得到基督，因为基督甲伊启示，伊就放杀伊本地的思想，直接互伊看到，讲我是真正的哦。即款启示，所以后来忍受真济艰苦，拢真欢喜吼，拢无要紧。佮有咱看英国有3个宣教师对台湾的影响较大，就是马雅国伫台南。马街伫淡水，甲大旗咧伫台南，因伫台湾诶文化诶贡献，甲医学诶贡献是非常大。为什么伊要安尼做？因为伊有异象，伊得到上帝来启示，所以伊就欢喜来奉献伊诶一生，互台湾有福音，佮有愿望。都无简单吼，一个外国人一世人拢伫即个讲无共话的国家，若无转去吼，就欢喜伫遮，甚至互人家破屎的都无要紧。真正诶，呾来会当忍受咧。是无简单吼。
上帝启示的话，咱大约来分啊，有一般大部分拢是安尼分啊，一般的启示啊，个特殊的启示，个人的拢是属于特殊。什么话叫一般？一般就是讲大家拢看会到，拢知影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信耶稣还是无爱，还是讲你信别款的宗教，你拢看会到上帝的作为上帝这个历史历史还是自然界来启示家己。咱看地球甲日头，伊个距离就是讲拢总差1.51公里啊。为什么爱遐尔？你若讲较远，敢袂使，袂使。较远地球拢变成冰，就足寒诶，无法度行。若伤近诶，就已经烧起来了。水拢会滚就无法度海水拢会滚。一定爱遐尔。早起时甲中昼时，早起时诶日头是毋是较无遐热？中昼是毋是足热足烧？中昼下早，伊个距离就差8000公里。就是爱安尼差，若无就拢规日拢足热对吧？你看到遮是毋是？这是自然一般的启示。你对遮敢会当看到，这是上帝创造的嘛？诗篇19章第20节讲，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。就是看到咱的大自然对吧？就知影。对，一日过一日，一暝过一日，一暝过一暝，拢是共款的，拢是共款循环，拢无煞。你就知影讲，拢袂定达。为什么会拢袂定达？你敢袂当得到启示，讲这是上帝做的嘛？真正诶，有诶人讲这是家己变出来呢，真正。家己变，其实你甲迄个字讲在上。无可能有遮尔规律，对吧？规律，遮尔。什么有特殊的启示呢？特殊的启示讲，伊互人知影上帝照着圣经，伊一本圣经留落来，咱看圣经就会当知影伊。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启示家己，耶稣基督来，伊的讲话，伊的行达，都是甲上帝相款。伊就直接来，互咱看到这特殊的启示。诗篇19章第20节，耶和华的律法照正，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。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会互戆人有智慧。就是一本圣经内底有历史、有地理、有人文。有文学、有诗歌，逐项拢有。你看圣经，就会当互一个人有智慧。你个文学的理论来讲，你的人生观就会改变。这就是启示。甲耶稣基督伫地面，伫世界时所做的代志，咱知影伊为虾米。咱就对遮来得到启示。还有个人，咱看后边来，这种是特殊的启示的一款对个人，我特别要讲保罗得到大启示，咱拄则咧讲保罗嘛。伊家己有讲一句话，互你看。这是保罗家己讲的，讲兄弟啊，我报恁知，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，毋是照人的意思，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，也无受人教示，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伊本来毋是我讲伊，咱拄则毋是咧讲伊是咧迫害基督徒的嘛？为什么伊家己变做基督徒的？什么人甲伊教拢无？伊讲毋是照人的意思，就讲毋是照我家己的意思，毋是照别人的意思，是上帝启示我爱安尼传福音。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，然后无人甲伊教，保罗无人甲伊教即个道理。也无受人教示，都无人会当甲伊，无人甲伊教。但是上帝的启示，伊就知影安怎做。确实，伊讲甲真确实，所以伊讲的道理是遐尔较真实还有一个就是伊一个人伫，一个老人，伊名叫做西面啦。西面，毋是西面西面。
也是讲失眠拢会使哦。失眠，失眠伊食甲已经足老啊，毋过伊足虔诚，啊个逐项拢真好势，就是讲伊做人公义，佮正直，啊个有相信将来有愿望，伊一直想要看到基督，所以上帝呢，就甲伊启示，安怎启示呢？你可以讲啊，伊捌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，讲伊会看到迄个弥赛亚，迄个基督耶稣会出世，伊会看到。伊讲伊伫未死以前会看到，这是上帝甲伊启示，所以一直拢存伫伊的心内。有一天伊入去圣殿，拄好耶稣也入去。就是讲，因老母嘛，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甲伊抱去献，伫遐献囡仔拢爱献伫遐奉献。啊主啊，然后来伊就讲，伊已经看到耶稣基督，心内足欢喜。因为这是为什么伊知影这个人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？因为上帝迄是讲这个就是，所以伊家己就讲主啊。照你的话，互你的罗卜平平安安离开世间。因为上帝有应允，有来解释讲你未死以前就要看见，已经看见，伊感觉无需要去活咧。我对这段圣经我看来讲，一个人要死是遐尼平顺、遐尼爽快的代志。咱就讲我等互我回去阮兜，你投放我要回来阮兜啊，就是遐尼简单。死，咱毋通看这足恐怖。对啊，因为已经看到噩梦对无吼，以后的世界已经到个伊讲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萝卜平平安安离开世间。这个世间是暂时的，当我要离开，要来你啊。所以咱看到这段感觉足平静。死是遐尼爽快的代志。对啊，连死拢毋惊，所以讲。个有哦，个人的其实毋是，这圣经写的哦。但是我知影科学家有哪接到上帝的启示，甲伊当做安怎讲呢？像迄个咱讲一个牛顿哦，牛顿为什么伊看到苹果落落来涂骹，就有法度人写一本册。咱敢若会晓捡起来食尔，但是就想为什么苹果袂落去天顶？对啊。想一定会向下骹落，后来伊个逐项物件拢有吸引力，就安尼来，伊就安尼来算出来讲地球，月亮，还是星星星星摆伫天顶，为什么一粒一粒伫咧？这个问题伊就解决啦。这是一款启示，佫有一个人启示125年前，125年会当讲无介久啦。有一个英国有一个科学家，伊叫做汤姆森，伊就是讲，伊得启示讲，迄款电，人大家讲，迄阵会知影有电啦。就是讲死啦，就是电啊，大家拢知影有电啊。毋过电是啥物话呢？伊伫遐想讲，是毋是有一个物件有重量？伊就一款的启示，所以伊就甲伊实验，一直甲伊实验。结果伊就得出来讲，哇，迄电就是上小的一粒，叫做电子。个电子的重量就是9.1乘10的。老师开始上课啊！大家知影老师是电学老师啊。我即摆是在讲，伊已经知影，就是讲原子的时代，原子的门会拍开以后，你敢知影？伊若无拍开这个门，伊若毋知影讲迄个电子有重量，咱无法度做电晶体出来。无电晶体就无今仔日的芯片，咱今仔日就无手机啊。这是对一个。小可，就讲小可的启示，你着对遐来发展真快。每一工拢有上帝启示，发明的嘛是吼，其实应该嘛是上帝甲伊启示，伊较会去想。上帝，因为
迄个我拄则咧讲迄个牛顿来讲啦吼，伊写过的册吼，伊是物理学家，咱拢知影，但是无足少人知影伊是神学家，因为伊写过的册有80%是神学，伊研究神学的册有80%。毋知影呢，系物理的，伊研究物理的较占16%尔。哦，所以咱知影伊研究神学家，灵性足济。是，所以敬畏上帝上该要紧啦。即个代志毋知不要紧，伊细汉诶时老师拢会甲我讲，即个电学是安那，我拢听无啥，有不要紧对无吼？因为迄个敬畏上帝上要紧安尼。传道书5章3节吼，咱看这圣经所写，咱会知影毋通吼，因为代志多才有名望，吼，言语多才有戆人诶声，就是讲，因为爱讲话足济话，其实足济话就是戆人啊。你讲，就讲有甲讲，还是讲代志多，就讲你足操烦，你心袂清，所以你较有名望。所以名望吼，甲欲望是无共款诶吼。上帝甲你讲诶欲望，甲你家己诶名望无共。所以所有诶望，你毋通拢信就对啊。第二段圣经咱看，因为名望真济，言语呢也真济，其中有功夫，总是着敬畏上帝。你毋免想上帝要甲你做名望啦。逐工祈祷讲会晓望着答案无安尼。总是着敬畏上帝，这个要紧，因为敬畏上帝是所有名望的正确的来源。你若无敬畏上帝，是逐项拢无啦。第三段，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。无得互恁中间的先知甲卜卦的引诱，也无得信因恁的梦，就是恁所梦见的，就讲恁家己的梦，你毋通信。你家己所梦见的，你拢毋通信。毋通人甲你讲梦着啥，卜卦甲你讲有一个预言，讲当时安那，你拢毋通信。讲你袂使去，袂使来泰国算，有安尼哦。有人讲几年19几年特别发生啥代志，你拢毋通信，这个卜卦的吼。所以敬畏上帝上要紧，所以我后礼拜甲要来讲迄个敬畏上帝，因为上帝甲咱的要求是啥物？唯一的要求是啥物？就是讲，上帝其实有要求，毋是互咱凊彩对无？咱是讲，上帝互咱自由选择，但是有真有自由啊，独有一点有要求。大家来要看觅即个要求是啥物哦？拄则杜老师有写啥物？古列尔莫这是啥物？就是老师讲的即嘛电磁波哦。电磁波那最重要的无线电啦。目前咱的无线电就是讲电磁波。无线电嘛是哦。上帝启示，你会发现吼，足侪发明拢是上帝启示吼。今仔日咱阁有一个元丰弟兄吼，真欢喜吼。虽然伊可能身体无爽快，但是阁来遮吼，阁有一个梅花节。真欢喜看到恁吼，会当伫咱无爽快时呢，会当休困吼。上帝甲咱讲爱休困对无？有当时啊，真正是伤无用啊，总来总去吼。但是会当休困的时，就感觉会当。其实我伫迄个毋是病院吼，伫迄隔离酒店时，真正是想足侪代志吼，嘛感觉讲足侪上帝甲我的启示哦。观众朋友，若上帝甲你啥物启示，你会当写来甲阮分享哦。来就是阮的100集，你若有兴趣，来当甲阮讲两句啊吼。安尼好，多谢老师今日互咱足水的即个啥物姜黄叫做啥物姜花，有看到无吼？嘛希望祝福
观众朋友，每一个人每一工拢足水的，拢会当得到上帝足水的祝福启示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